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国家喙簪对嘉里科技公司，红调就讲摕到中国的喙簪来骗讲是台湾的，交互咱政府卖徛名字的喙簪，销数了着337万个，已经要求这间公司停止生产甲出货。咱总统蔡英文伫面册顶头讲，一定会查办到底。公司的负责人昨暗嘛有出面回释咧，伊讲伊毋是恶心的生意人，真正是政府爱的量伤过大，伊赶工嘛做袂出来。我自己买原料，我请朋友帮我 OEM 代工，那个不是普通的医用口罩，每一批回来我都有检测，我们都还要分装。我不是黑心工厂，我真的不是黑心，我不好，我可以承担这法律责任。嘉里科技负责人林明正接受访问时阵，证词真激动，讲所谓过错伊一个人承担，也希望政府甲伊踢出国家队，因为国家甲伊征用了，一直要求爱增加产能，员工已经强要挡袂掉啊，实在无法度才会安尼生做。但是我不这样做，我的人员没有办法休息，我的人员我会把人员累死掉。我除了能给他们钱以外，我不晓得我能给我员工什么东西。对这件代志，总统蔡英文伫 FB 讲，中国制作的喙簪冒充 MIT， 政府绝对会查办到底，确保防疫无人碰。这件代志会被爆出来，受一名新北市药房的药师，伊伫找你收到实名制配送喙簪了，伫清点数量时阵，发现内面竟然有一张简体的合格证书，生产地址是中国安徽省，赶紧通报。我们查获嘉利科技有限公司，那疑似以非医用口罩混充实名制医疗口罩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在现场呢，我们确实有发现呢，场内呢还有就是有一样就是这个大陆简体字的这个标签的这个口罩。因为嘉里科技不理厂破坏药房，分布伫新北市淡水、三重埔、新庄甲蘆洲等10个行政区，也有宜兰县甲台北市少数药房。嘉里的喙簪顶头印 Carry Mask， 食药署讲9月初4到11，民众拢会当摕买到的嘉里的喙簪去药房换。另外，伫8月中查到的台中爱芙罗生技公司模型国家队喙簪的案件，现场的负责人甲现场的业务经理依照早期罪嫌移送。昨台中地检署伫咧信后，现场的经理请回，现场的负责人6万块交保。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投民间有一个4岁的查某囡仔，被杀害了后带伫菜园啊，包括这个囡仔妈妈在内，计共有3个人被送法办。检方认为因3个涉嫌发杀人的同罪，有串证灭口径的记录，所以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那囡仔死亡的时间、犯案的过程，今嘛拢在调查。为什么要杀他？警方将涉嫌杀害4岁查某囡仔的3个嫌犯移送地检署。警方初3早起伫咧南投民间乡一个菜园，挖到一具4岁查某囡仔的尸体。代志调查进程，查某囡仔老母红磡案情，到完了也好临发案。终于在今天凌晨突破了犯险的心防。那于清晨就在民间乡疑似弃尸的地点找到的女童的大体凶嫌到目前是只承认大概遗弃尸体罪的部分但是死因女童怎么致死到现在矢口否认。姓陈的嫌犯敢若是查某囡仔老母的查某朋友，嫌犯的亲戚讲，顶一遍看到伊是几个月前。伊当时倒来学的，一两个月前的犯，一两个月前哦。啊，一人来嘛是都有带人来。家己咧。亲戚讲，嫌犯真少转去，真罕的看到。姓陈的嫌犯甲查某囡仔老母做伙住伫台中代理，查某囡仔是甲外妈做连大。验过估计时阵，查某囡仔的老母甲查某囡仔带出门了，外妈就无搁再看到查某孙，一直到7月报案要找人，警方才伫咧嫌犯老厝的菜园挖到查某囡仔尸体。警方我们开立拘票，拘提2人到案。那加上涉嫌的对象总共带到3人来做进行后续的查证。因为3个嫌犯讲法无同，对查某囡仔死亡的原因、时间，一个犯案过程，也过来调查。警方初3依照杀人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警方经过透明侦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减，各地拢会出日头。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好天，也毋过中昼了后，伫中南部、北部的山区、花东、冲谷拢有西北雨，也是雷公雨，雨范势嘛会较大阵，爱细致。若暗时的时，正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的山区拢有机会会落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头温度是33度，高温是33度到35度。另外，要提醒乡亲，中国甲金门。中部甲金门因为受中国东南沿海有染物的影响，空气品质拢无啥好，是感觉式的警示，所以乡亲要出门爱挂喙安。来关心风台，中度的风台海神目前也在增强，速度有减慢，往日本甲南韩去，有可能会变作强度的风台，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若真正的风台梅沙已经减弱啊，行到南韩有造成一寡灾情。消防人员摸到大风大雨，清除和强风吹歹去落地路中的障碍物。今年第9号风台梅沙吹离登陆南韩了后，强风时速达到762公里，加真侪建筑设备吹歹去。一带伫釜山60外岁女性，因为和玻璃擦到伤而死亡，估计各地至少超过20人受伤。 오늘 오전부터 각 동직원들이 나와가지고 태풍을 대비하여 물 넘치는 곳을 막기 위해서 각 동직원들이 다 나와서 각 동에 4,000개씩 그렇게 만들고 있는 중입니다. 日本也受到梅沙风台影响，初日天要光，一只货轮伫龙里岛外海发出求救信号了后失去联络。日本海上保安厅赶紧动员出去找，离船顶有43名船员，不过敢若找到救到一名菲律宾籍船员。 而伫梅沙了后，第10号风台海神有计划伫拜六接近日本。日本气象厅发出震撼的看到特别警报。特別警報に相当するような台風が接近してくるこれくらいの勢力のものが来る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ない。 初日暗时，梅沙风台甲海神风台外围气流交汇，一度形成敢若牵手相款的图形。中央气象局长伫明典伫面册指出，环流分析看10几个经纬度，不过到初三，梅沙已经减弱真侪温带气旋，离海神也伫继续增强中。未来路线会亲像梅沙行往日本南韩去。 周五的下半天到周六的上午这一段时间，强度是有机会再增强为这个强台的下限。它的移动的一个路径跟方向，其实到后面几乎是跟着这个梅沙台风的一个角中，看起来这个对韩国的影响，还有在北韩跟南韩的这个冲击跟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气象局分析，海神风台强度也伫继续增强，无排除来到强烈风台顶级。加在路线比前一天有切较向西平，也就是对台湾影响较细。不过，华东海面在拜6礼拜伊元严风长影发生，估计海影可能达到3-4公尺悬。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来看《自由时报》。台湾女装的电商品牌 OB 严选母公司涉嫌核销不实的发票，偷走营业税2700多万。台北地检署昨昏依照违反税法，甲负责人王兰峰起诉，另外嘛起诉未寄发票的厂商22个人。来关心《联合报》，也将影响全世界。若咱台湾是少数有才调维持正常生活的所在。根据海外联招会统计，今年有8664个境外学生报名咱国内的大学的联合招生，比去年增加23%，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香港甲澳门的学生上介济。来关心《中国时报》，陆委会昨昏发表声明，禁止伫咱台湾举办海峡论坛这款活动，禁止中央的政府部门官员去参加，嘛无希望地方的官员去参加，嘛考劝民众甲民间团体唔好去。陆委会嘛提出各种的法律，希望国人唔通违法。 来关心明年，咱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昨下晡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政府讲政策上粗鲁。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回应讲，因为未来要进口是规只猪仔入来，所以若是要针对什么部位定什么款的安全标准，拢会使提出来讨论。 近日，政府宣布要放量来克多巴胺的美牛、美猪进口，引起各界注意。初三下晡，真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政策坏白，而且配套嘛不够。莱克多巴胺其实是一个会影响荷尔蒙的这个毒物哦，那它其实只做了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检测，但是它没有进行包含其他的这个肠道、消化这个微生物啊，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这方面的这个评估。 民间团体表示，政府无甲完整的评估甲管理做好，
包括有新的人囡仔等等的高敏感族群拢无做评估。若是食有莱克多巴胺的米滴会有啥物款的危险？敢若做心血管检测的评估。另外嘛，应该落实加工品标示的管制，避免300种米滴的加工品透过换产地等等方法来欺骗。它这个是属于说孕妇跟小孩，它都是属于高敏感群。孕妇她是在孕育小孩嘛，那小孩那个小孩幼童的话，这个都是属于正在发育期，他的各种的那个器官都没有发育完全。当然，它就是属于这样误食的话，就影响它各个器官的成长。大部分像以前的美猪来看，它大概肝肾内脏这些都进的相当的少。好，那不过它既然有进，我们就要定一个标准嘛。当然会根据不同的那个部位定不同的标准。但市长强调讲，本来猪就是规只做回进口，以前嘛是同款无分别，针对特定部位的安全标准，会收集相关意见，根据每一个人每一天会当食容许量来规定。若是国民党表示会发起是按公投，但市长是讲公投有相关规定，毋过是按是科学证据，科学敢有适合公投，大家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宣布要开放美国猪肉进来，入来了后，农委会嘛开始要邀请饲猪的业者来举办座谈，会办超过20场，听各界意见。目前初步规划100亿的产业基金，会分5档来执行，当年编20亿，来进行产业的升级。农委会嘛认为讲，猪肉外销的价销是台湾2倍，那外销造成咱国内价销起价，安尼就会限制外销。开放进口美国猪肉，引起猪农的反弹。农委会全力沟通，强调讲会投入100亿，互产业升级，嘛会协助外销。副主委黄金城讲，目前外销去澳门，一只是卖28500，是本土价销的2倍外。澳门原本注文1礼拜1000只的订单，不过产量有限，敢会当互因100只至150只。未来外销的方面，除了照顾农民的收入，嘛要确保国内猪肉的供应无问题。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量是不是足够？国内来供应。那如果国内是不足的话呢，我们当然对于出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会有所限制。准备投入的100亿基金，初步规划分5年执行，针对动保团体，批评国内再低去拍卖的方式，无顾到动物的福利，倒产了后，清财无变就再去卖，恐惊会生细菌。主委陈吉仲表示，未来基金的用途之一，就是要改善产业的问题，提升食品的安全。土体的运送，那需要有一定的环境的温度的管控，比如说我们有研究过，15度到17度，其实是对肉品的品质保持最好，而且到传统市场的时候，消费者还是可以看到原来跟温体一样的这个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进步。头一波产业基金的规划会在后礼拜公布。农委会对外销的未来是真乐观，想要说服农民，政府会想办法降低美国猪肉进口的冲击。副主委黄金城强调讲，亚洲敢若有台湾甲日本是非洲猪仔的非疫区，不过日本有典型的猪仔，认为台湾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而且伊嘛讲，年底进前，台湾猪肉会外销去菲律宾，介绍会要往西班牙伊比利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即马也伫增加。即马伫全世界嘅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600万例，死亡人数嘛有8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咱台湾是489例，中国嘅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800多例，伫日本已经超过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嘅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633万例，巴西超过400万例，伫印度超过38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48万例，英国超过3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3万例。美国的疫情是拖甲真严重，即马美国演员巨石强森因兜4个人拢去围着。另外，美国的 CDC 已经要求各州爱伫咧11月过分之前，甲疫苗拢送去病院。有专家就认为讲，这个时间点正靠近美国总统大选，这是政治操作的手段。美国总统川普伫8月底共和党代表大会，就讲疫苗会伫年底进行上市。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的主任雷菲尔德8月27就发函予各州的州长，讲药品物流公司麦肯森需要甲因提出申请，请大家配合伫11月初1进前，甲疫苗送去州、甲地方的健康部门，还有病院。
不过，几个公卫专家讲，疫苗最后试验阶段还未完成，上有可能会采用的研究，敢若做一半。因无法度理解讲，是安怎会当有数据，通好证实11月份进前上市的疫苗是安全佮有效的。另外，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初二伫华府的记者会讲，美国未参加全球172个国家共同进行的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佮公平分配的计划，理由是要反制世界卫生组织 WHO。 It's not political, that it's science-based. And what we have seen demonstrated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it is not that. 美国疫情也是全球上严重的。目前全球拍电影薪水上悬的查甫演员巨石强森，初二伫个人的 Instagram 口罩，公布伊和太太还有2个查某囝，全部都为着新冠病毒。强森讲是一个真亲近的朋友喂互因的，因一个伙仔已经挂喙罨自我隔离几啊个月啊，伊呼吁大家爱甲喙罨挂好好，甲防疫嘛做好好。 It's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Wear your mask. It is a fact. And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it's the responsible thing to do. Not 同一天，伫个公开场合拢挂喙罨，而且称赞因为喙罨的问题，甲川普袂下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出伊违反防疫规定。8月底去旧金山一间头毛店洗头，喙罨锁挂伫个颔棍仔的事件。佩洛西初二去旧金山一间学校的时阵，甲记者讲，伊是去互设计，共和党阵营争着机会要甲伊修理，当然袂放伊煞。佮批评讲，伊是一个伪君子。记者综合报道。 那菲律宾的疫情嘛也咧看经济大受影响，失业率升悬。伫首都的马尼拉有老百的交通工具 Jeepney 这司机，因为封城即马再无人客，有的人国不将即马伫街路做乞食共本。那资本咧扣字纸、靠资源回收咧生活的嘛真害，生活拢强要过袂落去。 伫马尼拉的路的即寡一日工人本的人，半年外前亦拢是有尊严努力工作的吉普尼司机，也毋过即马煞变做乞食。吉普尼是自从世界大战了，美军留来吉普车所改装的交通工具，也是菲律宾第一位运输文化。也毋过疫情发生期间半年外来，期间实施2个半个的封城隔离解封，即马疫情阁严重，阁再封锁，互因日子真歹过。 Wala magbibigay, minsan wala talagang kain. Alas lahat yung may dito sir, ang dami namin mga driver. Nagsipuntahan na nga yung mga jeep nila dyan, gawa na gusto na rin humingi ng mga tulong. 73岁邦多克开吉普尼已经45档啊，若是要去找新的头路，根本无才调，所以也做伙伫咧路的个人分。因为巴肚枵，就算有被感染或者是互车弄的危险，也拢不要紧啊。Alis kami ng bahay, makikipag-saparanan sa karsada. Para lang may pantawid sa bakalam namin sigmura. 今年60岁艾斯图伊萨扣字纸已经扣40几档啊，伊沿路扣大家工弹出来本数，会当回收的物资，日子也袂歹过。不过即马扣回收讨摊的日子也受影响，因为惊被感染，即马大家拢用迄寡用过一遍就单调的物件。伊讲即马一次性使用的废弃物就变多。Hirap na magbenta, hirap mamili. Yan, mga katulad nga, yung mga plastic, mura na lang yan eh. Kaya lang, yan na yung marami ngayon. Umikot ka man, sinisita ka ng mga pulis, ng mga barangay. Kaya talagang sa bahay ka lang, talagang... 不过伊也唔是唔知影讲，伫疫情期间扣本数会互伊增加感染的风险。不过也无法度，只好尽量看较开咧。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威斯康辛州8月底发生黑人的一个查甫人布莱克，和白人警察对卡车片连续开7枪，引起民众的抗议。美国总统川普9月初才到当地去访问，2天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嘛有到位，而且甲布莱克的家属有见面。一到威斯康辛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和记者一直问。 2天的访问，外界较关心的是第一站，拜登甲布莱克家属见面。8月23，非洲的男子布莱克被警方逮捕的过程，和白人警察向伊卡车片开7枪，造成半身不遂，代志阁引发新一波的平权抗议。最三，拜登甲看守吉尔甲布莱克家属伫咧密尔瓦基市私底下见面，伫见面的时阵，也同时打电话给伫咧边的布莱克。 结束了，拜登去川普2天前才去过基诺沙市，甲上届联署各界领袖对话。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igure ou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This is not who we are. This is not who we are. So the first point I want to make, Joel, is I am not pessimistic.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opportunity if we seize it.
金罗沙市三港有2位总统候选人来，因为这是布莱克庆贺案发生的地点。自8月底了，当地就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搁了变团结闹匪事件。另外，伫纽约州又有一个非洲的查甫人被逮捕了死亡。This incident took place on March 23rd, over 5 months ago. Why is this incident just coming to the light of day? Those in authority talk a good game about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en why was this incident covered up? 团采影片发现，3月23，纽约州警方这群时阵用风土面大落伫咧41岁、规身躯拢无清洗非洲的查甫人普鲁德的头。过程中，普鲁德正激动，警方将伊的头强压伫咧涂骹，要普鲁德唔知影人，送病急救1礼拜了不幸死亡。家属伫找你开记者会，代志接拍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一团媒的创办人雷迪英继续伫咧 Twitter 直播，伊嘛针对最近台美关系，也搁有捷克议长来台湾访问，互咱台湾提升国际地位，表达伊的看法。一团媒集团创办人雷迪英8时早起伫咧 Twitter 开直播，讨论中国台湾甲欧美上新的局势。雷迪英讲，最近美中两国的对抗是愈来愈紧张，台湾同款嘛是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美国开始甲台湾纠较活，最近台湾的国际地位明显有提升。It shows that U.S. has a really much greater support, military support for Taiwan. And this upgrade of the Taiwanese status, U.S. is using against China. 这届直播，雷迪英特别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鲍瑞讲参与讨论。伊分析两岸的情势，针对中国提出一种原则，美国的态度是保持中立，不过前提是两岸爱保持和平的关系。But the whole issue of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whole issue of Taiwan's ultimate fate, independence, or becoming part of China, or the kind of ambiguous status quo that exists now, that's something which we take no position on, except that it has to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针对最近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伫演讲当中讲，我是台湾人，有真特别的意义。雷迪英认为讲，过去国际社会并无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才会无重视台湾。Taiwan is entering a more open period, whether it's trade, opening up to pork imports is an indication. Taiwan is opening up and is looking for new friends. 雷迪英认为讲，虽然最近台湾的国际地位提升，不过中国要是会持续甲台湾施压，台湾需要甲西方国家建交，才会当维持经济发展。咱若武力统一台湾的议题，伊认为讲，目前中国内外是头壳摸咧烧，未希望伫这种情形之下发动实体战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的杂志是报讲，美国的查甫明星演诉会几个烟头仔送老婆帕丁森去为着武汉肺炎。电影新版的《Batman》即马伫伦敦拍片的工课嘛成重点。德国发生一件人伦的悲剧，警方伫一间公寓厝发现5个囡仔的尸体，凶手那亲像是27岁的妈妈。风声讲，医生甲这5个囡仔抬死，再搁带大汉囝去自杀，目前是重伤伫病院急救。日本爆发地震已经要2冬啊，甲大陆无法度控制疫情。世界动物组织昨昏是正式甲日本列入去地震疫区的名单内底。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是接见捷克的参议长，而且对发予已经过身的前参议长特种的大綬钦分勋章。捷克的议长访问台湾，引起中国外交部的不满。即马中国是呛声讲爱捷克付出代价。这个参议长韦德奇带团访问台湾，初三早起甲总统蔡英文会面，蔡总统嘛趁机会对正已经过身的前参议长柯佳洛特种大綬钦分勋章，感念伊在世时阵拍拼强化台籍关系，嘛感谢韦德奇即个来台湾传达对民主的共同信念。台湾人民并不介意各位的晚到，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理跟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不到。蔡总统强调讲，台湾甲捷克同款，行过反曲威权、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真辛苦，咱共同坚持守护民主的风扇。关家乐的太太即个因为破病无法度来台湾，特别用影片表达对台湾追求主权、独立、民主、自由的支持。Věřím, že budeme příkladem pro ostatní, abychom
to naše evropské demokratické zpoždění, které máme vůči Tajvanu, rychle dohnali. 总统府嘛特别授予访问团 MIT 的行李箱向顶大节友好，所落来访问团专去外交部召开联合记者会，外界关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呛声讲爱韦德奇替访问台湾付出沉重的代价。韦德奇是表示，伊无介意这款的发言，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式。To vyjádření se mi samozřejmě nelíbí s tím, že já jsem přesvědčen, že jsme žádnou červenou čáru nepřekročili, protože jsme v rámci těch možností, které umožňuje politika jedné Číny, tak jak ji. We're trying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tatus quo is that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Taiwan is governed by its own people. 这个媒体是问讲，台湾的护照改版，敢是要增加台湾独立空间的意思？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讲，台湾的拍拼保卫即卖的状态，毋是任何国家的一部分。若是这个访问团来台湾，嘛已经得到23项成果，包括华航会研究台湾伫北布拉格的方案，而且相信台湾甲这个双边的投资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经济部公告讲，对昨开始要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资金的 OTT 平台，违规者上悬会罚款500万。其中爱奇艺代理商昨就宣布讲，因要停止经销的业务，而且要放弃爱奇艺这个品牌的代理服务，所以内部会裁员。从即日起，停止爱奇艺会员经销业务。也放弃爱奇艺品牌代理服务。面对相关业务的紧缩 ，OTT 娱乐势必得面对一波裁员的痛苦决定。爱奇艺的代理商 OTT 娱乐宣布放弃品牌代理，原因就是经济部公告自即马开始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资方的 OTT 平台，所以除了法令开始进前的会员要好好处理以外，未来新申请的会员公司无法度负责，该清算内部裁员的人数，初步影响几十人，而且就伫咧法令开始的同一天 ，NCC 举办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的草案公听会 ，OTT 娱乐嘛出席表达因的意见。这整个 OTT 它有很多种太样哦，你不能够说把你要管的就纳入是所谓的 OTT 的定义，你不纳管的就不叫 OTT 哦。那这样基本上它是以偏概全的。所有的内容入岛就等于入脑入户，是这样吗？它真的有定定的必要性跟急迫性吗？文化侵略不是只有透过爱奇艺会文化侵略，我每天晚上看的 Facebook 每一则影片都中国来的啦。参加的人嘛坦白讲，中华也有真侪需要沟通的空间，而且 OTT 平台带来影视新潮流，嘛冲击到有线电视的市场。业者认为讲，中华电电应该放伫咧，互有线电视甲 OTT 公平竞争，啊，佮有防止盗版侵权。啊，若是代理商的背景，嘛必须要符合法规才会使。并不是因为它有代理商，就使得它符合现在这个草案规定，还是必须要这个经营者本身是符合两岸关系条例的规定，那么代理商才有合法的空间。那我们会把所有的意见就是综合研析之后，就提到我们委员会去，因为法律案，所以我们会提报到行政院。NCC 初步议定专法的重点包括掠夺放射、向戒毒管理的方式来行，袂当有妨害个案公诉量刑的内容，嘛袂当替非法业者来提供服务。预估计到27天，后续嘛阁会继续沟通，互专法有更较周全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笑气互人摕来乌白乱使用，除了环保署即马拍算要甲工业用的笑气列做化学物质，食药署嘛要甲食品用的笑气列做食品添加物来做管理。若对10月初开始，嘛要甲医疗用的笑气列入去药品的追踪系统，业者逐个月拢爱回报，若无上悬会罚款200万。今年7月，桃园警方伫汽车旅馆查到少年男女伫开笑气宴会，现场约有20外支笑气的铁杆仔。意思讲，笑气是一种速粒性的麻醉气体，速入去了后会产生头重重、脚轻轻、会浮起来感觉。有的人也会一直笑，若长期大量使用，毋会造成肺中的维生素 B12 浓度下降，也会出现幻听幻觉、流经袂调这后遗症。到了中枢的神经的时候，它会产生，比如说像幻听、幻觉，或是妄想，类似像精神病的这样症状。为了避免笑气被乱用危害健康，环保署拍算甲工业用的笑气列管为头一个关注化学物质，并且添加臭味。卫福部食药署今年7月已经甲拍奶泡的笑气列做食品添加物管制，即阵更加公布要甲医疗用的笑气纳入药品追踪追溯系统，而且要有医师的处方才用的使用。
为了让我们政府可以及时取得这些资料，它在未来这些厂商他必须把它的来源跟流向的资料申报到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的资讯系统。消署强调，新规定对10月7日实施，即阵国内医疗用手器一年使用量大约65吨，主要由2间医用的气体厂生产。未来业者每个月必须汇报使用量甲流向，无依照规定申报业者会依照药事法上悬罚20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本地5月初2开幕要毕业全国大学运动会正式改对10月31起，要伫高雄大学举行。因为真侪选手即马已经出业啊，安尼敢阁会使比赛？体育署是表示讲，伫个人的项目，学校会使换名单，也毋过嘛是爱本地的选手同意。为大学教研究所，林明正少年赛伫2018年雅加达亚运，甲2019年拿波里世大运，摕到复合金、女团铜牌甲个人的铜牌，国内全大运嘛有好成绩。拿到这个参赛权其实也蛮光荣的。过去最好的成绩就是拿过2金1铜吧，所以让我自己是蛮希望可以拿到3金的。希望完成3金的梦想。全大运煞因为疫情为5月初2会到10月31复办。因为林明正已经硕士毕业，敢会当阁参加比赛？体育署最近召开全国大专组委会决议，像林明正是参加团体比赛的资格是未受到影响。比如说师大，他毕业了，他现在考上中正大学研究所，他不能代表中正，好，他可以回来代表师大。但是他如果放弃的话，哈，这个要补人，师大要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够补人。新生未当报名。已经办资格赛个人项目袂当换人，也若团体赛，都要征求原本选手的同意才会当换人。体育署强调讲，应该爱兼顾选手的权益甲公平性。也若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统计，原本完成报名的9000个选手，差不多有900个人是应届毕业生，要参加比赛也是放弃。学校就要赶紧确认，这个月18进前重新完成报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头一个去参加国际超级体能比赛的运动员蔡明仪，本地今年伊要去美国参加比赛，毋过即马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无法度坐飞机出去，所以伊嘛改变计划啊，伊要派马祖行咱台湾一年。一路坚持，总算拼来到终点，双手甲国旗挺出来，予世界各国的选手看到台湾超级体能运动员的实力。伊就是台湾头一位参加国际超级体能赛的运动员蔡明仪。蔡明仪自2018年参加瑞士超级体能赛3项，2019年参加墨西哥赛，比赛总距离是一般体能赛226公里的5步加10步。掠游泳来讲，就要受19000公尺。马祖的信仰是伊坚持的动力。我那个衣服有印那个马祖，他就让我飘在上面，那他就一个布这样飘在上面，那指引我在那里啊，所以我再怎么游都不会累，哎呀，就是看到马祖之后就很安心的游。蔡明仪今年4月得到台南市卓越市民，伊也要继续打拼，原队今年要参加20步体能赛的美国超级体能赛，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未当过去，经过请示，伊准备爱马祖时阵环岛为台湾祈福。马拉松的时阵一定爱甲换便服啦，吼，便服就是讲伊一定爱戴着鸭舌帽啦，吼，戴着一个鸭舌帽，搁穿运动衫，搁穿布的哦，这拢是伊指派的。咱的国家会当安尼今后来安尼平顺。蔡明仪强调，这届环岛的总公里数大约1139公里，希望会当到21天内完成，而且伊心爱马祖，就算歹天好来，也会坚持打拼，希望为台湾祈福，互民众镇压疫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赶紧来关心，阁有查某囡仔失踪去啊！伫苗栗有民众伫 Facebook 面册顶头看文章，讲要找查某囝，嘛已经向警方报案。警方初步了解是，这个查某囡仔伫5月份的时，甲伊的男朋友出车祸了后，惊去互家长骂，全放钱离家出走。目前已经通报全国的警察来倒找人。你快点回来，妈妈很想你啊！老母对着镜头表达对查某囝的思念之情。希望已经离家正久的查某囝会当较早大。
15岁姓范的少女，自5月就无甲出来人联络，伊老爸认为可能是和查某囝的大部朋友藏起来，向警方报案。那个男的有在家，然后是谎称说我女儿在早上9点到10点的时候自行徒步到那个苗栗南庄客运总站那边搭公车回家。可是事后我们调阅监视器查看，并没有我女儿的踪影。范先生讲，因查某囝5月初，甲19岁查甫朋友伫咧公馆乡出车祸，验过血案，就伫咧边和查甫朋友的老爸再走。伊报案了，警方几多遍去找，拢找无人，伊正担心。那范姓少女是因为在之前与男友在一起发生车祸怕家人责骂，所以不敢返家。那本分局以调阅监视器以及询问相关人针对可能去处已经做查访。警方讲，这个查某囡仔甲伊的查甫朋友2个人的手机拢关起来。警方目前是调监视器，找因的朋友斗3工，同时通报全国警政系统斗3工找人，希望少女会当较早登记出的。因为伊老爸已经提过，警方也依照规定通知少女的查甫朋友到案说明，若果团款无够，会依照妨碍家庭、虐幼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的山区，伫清明迄天发生一阵火烧山意外，这大火是连续烧3天，嘛甲0.2公顷的国有林地烧了了。经过检方的调查，嫌环境人士听人黑白讲，这组内的林地若是发生火灾，会当向政府提着补偿。嫌犯才会去放火，那专案已经送法办。嫌犯桥倒摆经过路边抓冻困，落去涂骹伫咧树仔边点火了，抓离开。结果因为地形甲风直头抓烧断开，差不多甲超0.2公顷的森林烧掉，煞是为着要申请补偿金。他是以为说他承租的林地如果遭焚毁的话，可以获得屏东林管处合法补偿金。乘机车到美浓区广福街附近的山区道路，持打火机点火燃烧路旁竹叶后离去。屏东林管处表示，并无作用林地烧去会当申请补偿金的规定，嫌犯应该是去互谣言骗去，等待收到起诉书会向嫌犯来求偿。我们跟着起诉的内容，还有公务站所调查面积，包括以后富裕的费用抽多少钱，来刑事附带民事跟那个嫌犯求偿。嫌犯为着这个无存在的补偿金来放火烧林地，即马去用以违反森林法来起诉，毋但要面对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林管处的求偿，会使讲是起到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家己，嘉义县警察局的朴子分局是县定古迹，是日本时代的行政官厅。即马县政府打算要甲这个分局是刷为定期，严格工程已经流标5届。地方的文书工作者是将望这个所在，会当展现过去的面貌。红色的砖仔壁配合日本式的建筑，伫咧1925年起的嘉义县朴子分局，以早是日本时期的郡级行政官厅。迄当阵因为有警政的功能，高大内部也阁保留迄当阵拘留的空间。外观嘛反映出迄当阵的社会气氛。中间高起来，两边出去，很像那个军人的造型。好，那以前这里是没有人敢过来，日本时代这边是没有人敢过来，因为你只要服装不整，他就可以叫进来骂一顿。例如县定古迹的朴子分局，使用这栋已经有95年历史的东石郡役所，若是拄着落雨，室内地漏水，而且嘛有使用空间无够等等的问题。虽望朴子市公所甲县政府提供土地甲预算要来协助迁建，毋过工程已经流标5届。由于目前呢这个原物料上涨以及缺工等问题那已经有5次这个招标都流标，那我们现在已经增加这个预算希望这个月能够这个来招标能够顺利的来决标。文书工作团队表示，迄当阵的东石郡役所是用上好的砖瓦来起的，高大保存甲真完整，希望分局迁建了后会当恢复伊原本的模样。那派出所能不能留下来？好，就一部分还是公家单位执行，一部分是那个文史作用，然后就可以很清楚的交代他的前世今生。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未来迁建了后，古迹会启动修复工程，希望让这个要100年的老建筑会当活化佮利用。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台东地上的福文村有一片1甲外的私人土地，顶个月准备要起太阳能的发电系统，毋过，互附近的民众抗议甲反对。乡公所自昨昏召开协调会，业者是同意讲会先去找别地来进行，所以要暂停施工。毋过，业者嘛表示讲，若准3个月拢阁找无，安尼国部长嘛是照本地的计划来进行。伫地上火车头后壁有3块土地，当地种地，要来起太阳能的供电系统。因为4颗位啊拢是田，去互民众叫是讲是农地去互种电，破坏景观，转来抗议。后来经过乡公所的查证，拢是私有的建地。7月份嘛向县政府核发申请通过来起。查查乡公所调集业者、有关单位甲当地村民来协调。有村民认为讲起供电系统会阻碍当地发展，从来没有跟我们社区的人关心过一次，跟我们协调过一次。为了这整个的发展，才把农地变成建地。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要盖房子，而不是来种电的。地上乡乡长周耀成表示，太阳能供电申请不是乡公所主管的业务，毋过地方有报告意见，伊尊重民意，要求业者停工，而且嘛愿意到3工另外找土地，互业者开发。我们乡公所跟县政府会去寻找比较适合种电的那个地方，我们也请地主跟业者就2方协议终止契约，在一个时限内，然后提供的土地给我们，让我们进行申请。那在这个有条件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们可以先暂时停工。开发业者甲投资商目前同意停工3个月，到时阵若是无适合的土地会当开发，也是会照原本的计划继续施工。毋过保证讲会以劣化美化方式来起，袂去影响到景观。但是张耀成表示，若是业者恢复施工，居民也是反对。公所干内当伊无同意乌贵线路权的方式来阻挡业者卖电。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明年咱政府按算要进口美国猪肉，若是有数，即马已经预告讲，未来猪肉每一个部位，毋管是倒一个部位，拢爱标示产地。毋过有人发现讲，猪油乃无写着，猪油煞互漏交去。政府伫要开放进口有来客多班的美国猪肉到台湾，真侪民众就烦恼讲，若是美国猪肉进口了后，业者会为着降低成本，甲有来客多班的美国猪肉做水饺、贡丸等等加工制品的肉品来源。针对这件代志，是由数预告包装食品的猪肉啊，有猪会当食的部位原料的原产地标示的规定草案，必须要伫咧容器还是外包装标示原料的原产地，毋过煞排除猪油，互猪油可能会变做三不管地带。大部分都是在菜市场这边直接买，这样子比较好。我大部分都是买黑猪肉比较多。我都有固定几家的，我比较安心啦，因为知道他们的那个肉的品质的来源地啦。根据食药署目前推出来的草案，若是炼过猪油制品，拢无需要标示产地，也就是讲，店头甲米猪透过真的钱的等等的方式标出来油，进行加工了后，也是会当写台湾制造的。毋过，若是规地拢是脂肪的山珍肉，就要标示清楚原产地。针对这件代志，医师表示，虽然肉类甲脂肪的占流量标准拢是10 ppb， 但是代谢的状况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那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吃到30公斤或60公斤才会出问题。譬如说，如果像肝肾功能不好的，可能他吃到5公斤、10公斤，他就有出现了一些症状。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他本来肝肾就不好了，心脏血管也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就可能更容易造成像血压升高啦、心悸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疾病。根据财政部关部署的统计，去年有无炼过啊，有食猪油等等正清淡的猪油进口到台湾来，常常用伫咧糕饼类等等的加工食品。面对政府要求强制标示，却搁排除猪油，消基会认为讲，食药署应该甲原因讲互清楚，若无消费者要买有猪油的食品甲加工品的时阵，会增加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在去年底，咱台湾妇产科医生虽然有1153个人，毋过大部分拢是集中伫都市都会区较济。屏东恒春基督教病院的院长陈志成就伫面册顶头怨叹讲，恒春有3个台北市大，毋过敢若有1个妇产科医生。屏东恒春基督教病院爱负担规个恒春半岛的妇产科甲儿科急诊，但是烦恼人力无够。伫咧恒春基督教病院服务得要20年的医生陈明珠，就算已经在洗药剂啊，嘛是爱继续上班。最近这2年那个肾功能有比较不好，医院也需要人啊，那时候啊，到现在也有需要人啊，所以我还是一样上班啊。
过去10多冬，全恒春半岛敢若单兵组一个妇产科医师，一直到2018年，恒春基督教病院才招募到一个公费医师。妇产科上理想的安排，想要有3个医生，但是即马煞敢若剩一个会当值班。公费医师他服务期满。本来高雄一间医学中心说要来，但是后来要来的医师离职了。陈明珠医师 Amy 她最近身体不舒服，她需要洗肾，所以就只剩下一位义大医院来支援的丁玉峰医师。面对恒春基督教病院欠医生的问题，卫福部医事司嘛表示会斗3工。这件事情在那个会议里面，其实那个陈院长就有拜托是说他自己已经私下有联络了，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就会是再看看这个联络的状况，及时的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人力的调配的。屏东县卫生局表示，屏东县分配到医学中心医师的名额是16个，恒春基督教病院有5个。这几天甲院长讨论了后，会甲5个名额内底拨2个予妇产科，解决医生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台语甲文化嘛，会当运用伫新知识顶悬。伫网络即摆有一个用传统布袋戏来搬戏，内容呢是教人生活中的科学，用短短影片来写人目，有布袋戏，有科学，阁有台语。大家会记哦，现在咱台湾公共电视有一个台语台的部分。内容非常的精彩。伊是 Smart 台语练等无稀奇，有法度用台语讲科学，这是伊厉害的所在。今仔日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古早关联术。有一个专门讲科学的网站，用简单的方式，希望让大众了解伫生活的各种科学，尤其民间传说，有当时嘛会当用科学角度来解说。足侪人认为。迄款的题材，主题是甲科学无关哦，暗是科学是无迄个能力去解释，但是事实上，阮会使用科学去解释。用布袋戏加上科学角度来开破古早传说甲民间科技的神秘气氛，毋过含过去真无共款的剧本，敢若是布袋戏服装，都互头手真伤脑筋。所以这人伊个囡仔阁有法术，伫传统内底真罕有一款角色啦。因这个听到要做这个科学物件，我嘛真放心讲要安来做，因为咱知影科学真侪物件是专有名词的部分。而且伊个特别要求讲，即届全部拢要讲台语，所以这造成阮一个挑战。科学、台语、布袋戏这3种全然无共的元素合做伙，推广生活科学，其实嘛是望会当保留咱家己的传统文化。阮感觉布袋戏是阮非常介意的一款表演的方式但是即马大家对布袋戏遐气氛，所以阮希望会使结合这2款表演的形式。将本地困难复杂的科学，用简单的原理甲大家讲，嘛伫种植无共的语言科学知识中加入台语，互语言知识拢会当多元流通。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台北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去日本。日本即摆疫情继续咧扩大，靠观光咧趁钱的地下铁真恶生存。虽然日本政府嘛有推出振兴方案，也阁未付起。日本即摆就有地方的铁路公司想空、想芳、想办法，办活动、拍电影、卖物件，即摆连铁轨路、石头拢总摕出来卖，讲要拼生存。銚子電鉄の代表の竹本でございます。銚子電鉄ですね。なんといってもお金がない会社でございます。持っているものすべてが古いというよりオンボロでございます。家己考试家己的开牛，严国讲的人表情真严肃。在介绍吊子电铁公司的现况，就是铁路公司的新创意。手だけで目的何かというと、ただ一つ鉄道を存続させるためです。建业馆叫名的地方铁路公司吊子电铁是1923年创业，有将近100年历史的铁路公司。
不过即马人口拢集中伫咧都市，经营开始恶化。到3亿个后载了，因为各种谣言互人客更较少，白富济到1亿日元。为了要振兴公司，社长主本决定要互列车有交通以外新的功能。からこういろんな楽しい企画をね考えて新たな需要を喚起するんだと。各种有创意特色的列车开始出现，有会当近距离看演员演戏的舞台剧列车，爱啉酒的人因的保酒来新酒品尝列车，也个限定热天才有的鬼速列车。也不过，这么个拄到新冠病毒疫情，日本今年世界进入紧急状态，为了要求生存，这边吊着电铁决定要卖相关物品，甲用袂到的铁架路固做一片一片，当做周边商品卖。一个家己拍记录铁路公司经营困难的电影，用笑诼方式呈现，也引起民众的讨论支持。みんなほら入籍からよ。なくなる大丈夫だよ。地方铁路公司联系地方小镇，是互科学经济成长的主要工具。甲地方市镇互利合作，共利成长，是各地方铁路公司努力伫咧拼人客、渡过疫情难关的上大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洛杉矶的机场最近是连续接到2个机师通报讲，因在驶飞机的时，拢有看到一个排喷射排影的飞行者伫附近飞来飞去，毋是拍电影哦，是真正有看到。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漫威电影内底英雄人物钢铁人，穿规丝特制的钢铁装，就会当伫咧空中飞来飞去。即马即个景象，敢是会变做真史上的代志？美国洛杉矶机场塔台，当地8月30暗时6点半，收到一件怪怪的消息。一个美国航空机师甲塔台讲，看到一个排喷射装备的人，离飞行机270公尺的所在咧飞。Tower American 1997. We just passed a guy in a jetpack. American 1997. Okay, thank you. Were they off to your left side or right side? Off the left side, maybe 300 yards or so, about our altitude. 另外一个西南航空的机师，共款伫咧准备降落的时阵汇报，看到一个男性穿喷射的装备经过。We just saw the guy pass by us at jetpack. Person in a jetpack reported 300 yards south of the LA final at about 3,000 feet, 10-mile final. Only in LA. 美国航空总署 FAA 证实，已经对当地执法单位发出警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嘛已经介入调查这个事件。其实类似的空中喷射飞人，并不是头一届发现啊。在2015年，阿联酋航空就和喷射飞行专家合作，翕 A300空客机的影片破飞，互全球是感觉真心息。2019年8月份，法国发明家沙帕塔成功利用飞行翅膀飞过英吉利海峡。不过，这届洛杉矶塔台汇报，真明显并无事先申请，专家警告这是真危险，因为若是飞伤晚，恐惊会吸入去引擎内底发生意外，甚至会致使发生空难。记者综合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全世界侪人的生活，但咱人上界大心的狗仔伴嘛受牵连。印度即马有愈来愈侪流浪狗，动物的庇护所收容的狗仔，伫这段时间一时变真侪。55岁的病理学家苏珊娜·苏玛丽今日家伫成立运作的庇护所，是着狗仔闹热欢迎，伊照顾被人放杀的狗仔已经11年。Kebanyakan sudah luka, kadang-kadang yang paling saya susah itu kalau buangan dari rumah. Karena dia depresi sekali kan, jadi yang paling susah adalah ketika dia depresi. Jadi dia tidak mau, anjing kan beda sama orang. Dia tidak mau makan, mundur nanti penyakit-penyakit lain keluar. 苏玛丽的庇护所只有1400只狗仔，最近数量增加真济。过去每年差不多是120只，不过疫情爆发这半年来，至少已经700只狗仔大入来。伊估算其中至少250只狗仔是因为疫情关系被人放杀。Banyak anjing dan susah sekali mencari adopter. 伫疫情大流行进前，这狗仔大部分是为狗肉交易市场被救出来，有一部分是流浪狗。社会学家戴西亚表示，疫情期间狗仔会被放杀，是因为主人认为动物身上可能带有病毒。Kita belum kuat sebenarnya basis perlindungan bagi hewan-hewan peliharaan ini gitu. Hukumnya belum ada, pengakuannya belum ada, sehingga 非政府组织也查查动物救援网，就教人安怎饲宠物，也伫街路饲流浪猫仔。
Shelter is never good enough for a dog, or for a cat. You cannot practice animal welfare if you have such a large shelter. 疫情改变人类生活，连带动物也受影响。安尼时机之下，等待领养的狗仔可能就要搁等一段时间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球较减，伫各地拢会出日头，也毋过伫中昼了后，中南部、北部的山区、甲华东的冲谷，拢有西北风，也是雷公雨，雨范围嘛较大阵，爱细致。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你像诶？汤拖汉语写做汤拖，罗马字写做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爪。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肉，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叫做牛仔。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糖。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指眼睛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后眼、触角、好神、家爪、狗虾、
救虫唔通救人。好神滴银银壳，看头看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